来这个第55届金钟奖，这个礼拜六要来举办颁奖的典礼。公共集团这个是入围102项排名第1名，所以特别来举办着感恩的大会，向入围者甲工作团队来致敬。尤其是淑女养成记入围8项的大奖，真厉害。你讲我就是安尼，你拢甲我骗！就亲像这出戏，做侪规家伙仔食饭的画面共款，咸酸苦涩各种的滋味拢有。这摆金钟奖入围8项。淑女养成记请上台。公共集团举办感恩大会，花西淑女养成记的团队先摕奖座做伙翕相。一方面很开心，然后一方面是压力更大，面对续集，有一点想笑，又有一点想哭。嘉玲妈的分内，我会做好妈妈该做的事情。从5岁开始就一直有的愿望，公布入围者的时候就整个超兴奋的。淑女养成记表现真正袂歹，除了入围美短剧集奖、女主角奖、大小家庭拼场、女配角奖嘛是大家新妇拼斗。这出戏的导演严艺文第一摆做导演就入围导演奖，另外还有编剧、剪辑奖，都有机会当得奖。那我更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奖项搬回来，你们说好不好呢？好。经费有限的情况下，其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。淑女第2季年底要开工，演员9月26会穿水水行红毯，做有信心，甲真正的奖座搬回来。